中国无人机进前走去金门二打岛的天顶，官兵虽然无法度处理。金防部是讲，这一头插目是无法度去甲因攻击，但是这国防部长邱国正是无法度认同这款的讲法，认为是训练不足，要追究金防部责任。另外，这中科院生产国造飞弹厂商防疫说表出讲，甲中国买原料，防解约停权3年。不过，立委搁在亚讲，含防疫有牵连的英官，也有九鼎公司，因拢也。搁伫咧冒国军的标案。中国造的大疆无人机伫3月29号光头白日飞入啊金门2大岛的天顶，翕营区的活动。官兵本来要搬运弹药，伫发现无人机的时阵四散离开，无反应的作为。金防部理由是无人机拄啊伫日头骹正插目，官兵无法度随看到。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无法度认同。因为我们定出一个很明确的方法。 对，所以说我也彻底检讨。严格讲起来，就是训练不足。训练不足，对，我们会去强化。今麦离岛部队已经配发干扰前，国防部嘛改变第一个要件，无人机若超过就要反制。根据立委统计，最近2年至少6架中国无人机侵扰咱离岛。邱国正讲，部队训练不足，会持续加强。 国防部用2400亿进行海空战力的提升，生产各种制造飞弹。进前发现厂商防疫购买中国製飞彈原料，予中科院移送法辦解約停權3年。防疫負責人陳永培名下的永冠公司有親屬關係的九鼎公司，也閣在承擔國防部標案，予立委逼空。國防部相關的採購人員，我不相信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同一家公司。你看裡面有多少？有好幾家，好，根本就是。 陳永培同樣一個的負責人，難道國防部其他單位都不知道嗎？我們都有請那個中科院把這些黑名單要提供給我們。是以後才要做，還是過去本來就應該做，但卻沒有做呢？過去沒有，但是我們會落實。國防部證實，永冠九鼎目前承包10外的案件會有精進作為，但是審計部認定中科院無落實進口資訊查證採購機制，發生廠商變造文件甲貨品交貨者的缺失。國防部回應，會指示中科院甲不良廠商列做污名單進行管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